Hello，大家好，我專業電商代理莊東章。如果大家對呢啲樓盤有興趣，就分影片下低及發頭像側標 WhatsApp 或電話掣直接查詢啦。今日大家介紹嘅係雲海一個低層3房連儲物房嘅開景單位，上面積有967尺。我哋嚟睇嘅單位啊。單位大門入嚟之後，一個少少嘅玄關位置，跟住會見到個直身形設計嘅客飯廳。客飯廳相當闊落，長度達到22尺，闊度亦都有11尺。連接落地大玻璃窗同露台，採光度都好足夠。我哋先睇睇飯廳嘅部分，整個飯廳闊度就有11尺，右手邊嘅牆身就長達10尺。平時放張餐台，6-7個人食飯都非常夠用。左手邊仲可以放啲儲物櫃，增加收納空間。飯廳嘅旁邊就係廚房嘅位置，廚房有一組大型嘅曲尺型櫥櫃，側邊亦配有蒸氣焗爐、紅酒櫃、雙門大雪櫃等等。提供咗足夠嘅儲物位置同埋煮食平台，側邊亦都連接住一個工人套房，配備通風窗以及自己嘅浴室部分。客廳位置同樣闊落實用，闊度達到11尺，左手邊嘅牆身亦長達9尺。一邊可以擺放大型嘅電視櫃、飾物櫃，一邊就可以放張4人大梳化。我哋出露台睇睇外邊景觀，從單位嘅客廳望出去，可以望到鄰近移至市中心一帶樓景，吐露港嘅小小山景同海景，環境相當開揚。呢邊再向西南嘅，跟住睇睇浴室部分，浴室係用咗趟門設計，相對比較慳位，配備浴室寶以及企缸位置。簡潔企理。睇睇第一間客房，客房係以長方形設計，長度達到8尺，闊度亦都有6尺半，有大面積嘅落地玻璃窗，亦都係利用3.15米嘅樓底做啲地台儲物櫃或者地台床。房間望出景觀，亦都係以市中心一帶嘅樓景、吐露港嘅山景同海景為主，坐向都係西南。跟住睇睇第二間客房。大小同第一間相若，而且有個更加闊嘅窗口位置。望出去景觀，亦都係以市中心一帶嘅樓景，以及吐露港嘅海景山景為主，坐向都係西南嘅。跟住我哋睇主人房部分，入門嘅左手邊設有一個儲物房，儲物房都好方正，長度闊度都有6尺半。亦都配備冷氣，可以做一間衣帽間，又或者做一間書房用。儲物房嘅景觀就係以屋苑樓景為主嘅。主人房嘅睡房部分係以長方形設計，長度達到13尺半，闊度亦都有8尺半，有個曲尺型嘅大面積玻璃窗，有足夠嘅位置放大床衣櫃。主人房望出景觀，亦都係以市中心一帶嘅樓景、吐露港嘅山景海景為主，坐向都係西南。左手邊就係主人浴室部分，主人浴室都好方正，配備通風窗、浴缸位置，企理實用。現時間嘅單位係放賣緊嘅，如果對呢個單位有興趣，就分影片下低。教坊嘅頭像側邊嘅 WhatsApp或電話掣，即時直接查詢啦。Thank you。